我的目睭要举来应山。咱先安静心，听书记先看一下。准备的时阵看到伊个歌词，阮查囝拄仔好问我一个问题啦，伊讲问我讲，爸爸，迄上帝敢有咧困？嘿啊，我伊人讲，咱若圣经若有咧困咧，答应讲，上帝保护咱吼，拢无拄眠，吼，无困，吼。咱做伙来吟第二首，咱嘛足熟的圣诗296首。耶稣叫我来行长路。你多喜。
这两首圣诗咱拢就熟吼，啊，咱今仔日练诗就到这，咱时间。各位兄弟平安。这是礼拜时间要到，请大家备办心，准备今仔早起的聚会。这是来咱做伙来听候上帝的话。摇花欢喜小坐这事，兼亲像欢喜人尊叹摇花的话吗？看尊叹赢过献祭，听叹是赢过香港的流。这时，请咱做伙来唱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向山，请起立。Oh
告白阮的信仰，阮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以温柔为咱多年来侍奉，应是个信爱从人物，第三日对上拥抱啊！就因他是全能的上帝头前，要对遐来信化人甲死人。我信圣经，信各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所以下面用天父啊，永远的画面。阿门。请坐。这时，咱来领受上帝话。来掀开经文第38篇，经文第38篇，这是咱做伙来体验。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因语。我说书做先知。我说书有招逼的信，到家来移山。我说书尽所有的来进者，搁献我的身躯互献烧。仁爱是够宽容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较真理三较欢喜。万事领受，万事相信，万事明白，万事顿论。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敢对镜咧看，模糊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这时，当然大家来按头来祈祷。听我的阿爸伯上帝，感谢主的恩典，互阮台湾经过民主的程序，选举已经完成。虽望可能选举的结果，毋是阮每一个人所期待，不过阮犹原相信，主你伫台湾掌权，徛头位。得荣耀。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礼拜，阮已经开始准备庆祝圣诞节的逐项的事工。主啊，阮愿意献上阮的事奉，求主特别纪念献工举办的兄弟姊妹，亦即是求主大大祝福，也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来提万心，来阮的社区、厝边的亲戚朋友，来邀请，而且来传扬主降世、救赎阮的好消息。主啊，阮愿意亲像西门彼得一样，毋是靠家己的经历。也是智慧，乃是单单愿意来听谈主的旨意，照主的话来行，
让阮知，只要阮愿意照主的话来行的时，主伊就要互阮的教会得着人，亲像得着鱼一样。即时，阮众人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如天的，阮的日让阮下面阮苦，亲像阮下面阮苦，我你所做的事，就为阮的快，因为国、权、力、权柄拢是所到来来不及。阿门。即时，咱做伙来看圣经，以路加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即时我来念，请大家来看。当众人下课里，要听上帝的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克里山的湖边，看见两只船伫湖边。好奇人离开船在洗目，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对伫船内驾驶众人讲说，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下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通年叫我，拢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下网。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多，望到后壁日，就把只船的同伴来斗相共，因就来捡鱼满两只船，到尾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伏伫耶稣的下下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讲甲人伊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捡着的鱼无误领。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这点了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划船挖岸，就放下一切来对伊。这时要来请圣歌队来舞蹈。
感谢圣歌队用诗歌，带咱来敬拜、鼓励咱的上帝。这时，要来请杨新文牧师来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服侍。今仔日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大港节的第一主日第一个礼拜吼，大港主日有5个礼拜，最后一礼拜就是12月25号迄个礼拜日，吼就是咱咧庆祝救主降生的日子。为虾米会有大港节？大港节原本是即个咱教会历内面，咱教会有教会的会历教会历内面所安排一个真重要的节期。这个节期本来是对这个国外节了后，过来或者节期内面最后讲到这个主显节、主显日伫迄个主显日的节期中间，特别咱就看到，因为知影讲这个安排这个咱的教会历最后咱一定知影讲是12月25号，其实。更较重要是12月25号，那根据考察，其实耶稣出世的日子应该是唔知影，应该都是一个大概伫咧即个12月，甚至到明年的1月份。所以有的教派、有的教会伫咧即个欧洲有的教会真坚持是1月初6。所以真特别有的人讲1月初6才是耶稣出世的日子，有人讲12月25号。所以，因为安尼，就有开始欧美的所在开始讲，无安尼好啊，咱用一个期间，用一个期间就是大假，除了大假以外过啥？耶稣出世12月25号，一直到明年的1月6号，所以外国的学校拢有放圣诞假，圣诞假，我以前咧读新学院的时阵嘛是，同欢喜的就是要放圣诞假，会当放2礼拜，12月25号开始放。1月初，拢要去学校上课，是讲爱写论毕业，写即个期末报告，也是规个拢伫咧即个册房内面咧读册，写期末报告。总是伫咧迄个特别的日子，咱虽讲毋知影讲耶稣到底是倒一日出世，但是咱会当透过即个节期中间，咱来体会经历经验。所以今仔日咱来看周报，当年咱看周报，差不多拢会有提醒咱兄弟姊妹第2点，只有写着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第1、2、6节，咱邀请咱中级或者今年咱的长老或者第1、2、6节，代表啥物？大家做阵读好无？代表啥？期待啥？期望5万期待5万，咱5万啥？即个救主过来。所以警醒人咱等待基督过来，借着即个代志，咱来反省家己日常的言行举止，甲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是真重要，咱透过大港节，而且咱逐个所以爱警醒，咱伫要准备圣诞的节期中间，咱嘛爱警醒，咱嘛爱期待等待，因为咱即摆知影，伫咧即个初代教会迄个时阵，其实无咧过圣诞节啦。伫初代教会迄个时阵是安怎？是逐个共款咧传福音，拍命传福音，一直演变到即摆，咱咧过圣诞节的节期中间，数真期待嘛，真你看，今仔日你看到啥物？毋知有人会当互我回答一下？对，你看到啥物？这啥？耶稣出世有啥物？可能头前的兄弟姊妹看看，这咱这个书咱册用的这个空间真水这有马座单车有福书，有羊有小朋友的馆有天使，我看一定要有天使爱啦爱有天使，因为这圣经内面有记载伫即个过程中虽
所以讲这是一个象征。后来咱看附近，你行起来头看一下，边仔的遮个布置，你看到啥物？圣诞啊，啥物？我有听到一句啥？圣诞圣诞啥？较大声，我数听。圣诞红圣诞红，好，啊，佫有啥？圣诞啊？圣诞老公公哦，伫倒？哦，迄个哦，迄个叫圣诞老公公，确实，咱的印象圣诞老公公就是这有雨手了，啊，佫有啥？羊哦，我滴一顶帽啊，本来牧师今仔日嘛要滴一顶帽啊，哦，因为圣诞节到啊，但是这甲圣诞老公公有啥物关系？亲爱的姊妹，你捌想过无？圣诞节甲圣诞老公公敢有关系？感觉有关系的举手。无关系啦。啊，为什么无关系？哦，迄是生理人，迄个营养师有讲，迄是生理人想出来的。敢是安尼？亲爱的姊妹，确实有影啦吼。当然，这是生理人想出来，但有圣诞老公公哦，伫咧圣诞节才看会到，是毋是？哦，因为是生理人想出来，所以一般人认为咱教会咧过圣诞节，这吼其实咱来做一个调查。我若有机会哦，来问迄个街头巷尾的兄弟姊妹，看这个圣诞节甲圣诞老公公有啥物款的关系关联吼。所以当然这是咱的布置，哦，咱的布置好，咱牧师爱咱看吼，有可能有真侪人毋知影，哦，真侪人毋知影。传说顶悬的即个圣诞老公公吼，是安怎？是一个什物雪橇有无？哦啊，送礼物吼，世界逐所在的小朋友，哦啊，当然这开始就是有商业化，对不对？哦，商业化的过程，所以从开始的圣诞老公公的原型吼，来咱看一下，牧师有一个图片，互咱看，伊的本来圣诞老公公生到啥物款？哦，互咱看一下，来。不是那个在桌面上的 PPT 的。后来看到，这个就是圣诞老公公，传说中的伊的原型。伊的名我甲大家兄弟姊妹报过，伊的名叫做尼古拉斯。哦，啊，所以伊是一个红衣主教哦。圣诞老公公的原型是一个红衣主教，哦，啊，而且伊出世伫咧土耳其啊西南部的海岸啊，一个叫做帕塔拉的一个真好野的家庭。啊，伫咧西元第4世纪的时阵，吼，即个尼古拉斯，吼，伊常常真安静默默行善，哦，啊有一回伊就看到一个真爽朗的爸爸，有钱，互听的查某囝办即个嫁妆。啊，所以你甲3个查某囝的婚事拢一直延，所以伫当当时厝内面有查某囝若嫁袂出去的是真歹看一件代志。所以即个老爸吼真着急，啊，佫真无奈。所以即个时阵，尼古拉斯吼偷爬去即个人的厝尾顶，将大内的金仔吼拢为烟囱纸甲摕落去安尼。所以拄好遮个金币就落入去即个火炉的边仔的尾仔，拄好落伫咧尾仔内面。哦，所以因为安尼，这就是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啊，穿红衫的圣诞老人会对这个烟囱啊送礼物，啊伫圣诞节的时阵挂这个袜子，这是传说原版的这个原型是安尼。哦，所以圣诞老公其实毋是留胡子啊，是小可仔有啦。哦，但是毋是像咱即摆看到咧，拢留胡子安尼。哦，是这位红衣主教，是这位红衣主教。啊，所以因为安尼，大家一个传出去，这个尼古拉斯大细行做好事的代志，人伫遐真做真好的这个人讲这个话题所以伊离开世间的迄一日，大家伫遐天主教尊伊叫做啥圣人呐。圣甲即天定做圣尼古拉斯日，
哦，圣尼古拉斯 Day 哦，尼古拉斯，所以这着宗教的传播哦，这圣尼古拉斯的故事伫咧欧洲，哇，大家传足济哦，伫咧迄个所在，荷兰人就将伊形容讲即个位是和蔼可亲的上面面哦，好的小朋友的圣诞老人哦，开始安那商业化，所以照着即个欧洲人。美国人刚到美国去殖民了后，即个圣尼古拉斯的故事，伫咧美国伫遐来出世，哦，伫遐来发生，哦，即个故事就一直传，所以圣尼古拉斯，哦，荷兰文吼叫做即个Sinterklaas，哦，因为迄个音足音的啦，吼，所以慢慢演变成做英文内面的Santa Claus，哦，圣诞老公公，即个圣诞老公公其实原始原来的即个砖塔是安尼来大家看下，原来的砖塔是拢穿青色的衫，咧送人礼物，原来的砖啊，所以其实照理讲圣诞老公公毋是穿红衫啦是穿青色的衫，答对。1931年的时阵，美国面对着迄个经济大萧条有一间公司叫可口可乐公司，为着要挽救那个买气所以毋通伫咧寒冷冬天嘛会当增加迄个销售量，所以因就开始圣诞节就开始想，所以拄则咱会友兄弟姊妹有人咧讲，圣诞老公公就是商业啦商业。咱教会从圣诞老公公当然咱有看到。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特别清楚爱了解即个圣诞老公公其实毋是咱教会主要的代志，迄个爱分享的而且咱兄弟姊妹嘛爱去了解即件事，咱来思考咱来思考以后当然咱无确定讲是毋是社会咧讲圣诞节是安怎用我会记有一年即个。马英九总统迄阵做台北市长的时阵，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圣诞节回归教会，所以敢若对迄个时阵开始，渐渐有真侪的即个圣诞的活动，拢找教会来办一直到延续到即马，圣诞节都是爱回归回归教会，所以即马基本上咱会当看到来我看一下这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当然，咱看者感觉这圣诞老公公很慈祥真好带来真慈祥的面容来帮咱咱即个当然是带伫即个圣诞的节日中间所以咱爱清楚知影，咱袂当商业化去，咱的教会嘛是共款，嘛是共款，所以牧师真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人咧问，还是讲有兄弟姊妹。咱的女性者，遮兄弟姊妹咧问的时阵，伊讲就是恁圣诞老公公毋是咱圣诞老公公是啥？咱的救主耶稣出世的即个时间，所以教会甲办做即个社区遮的活动，当然有的教会无咧较咱会用圣诞老公公，即咱毋是做主体，毋是做主体，是一个气氛，帮助咱遮来思考。搁较重要的是耶稣出世，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即个题目跟兄弟姊妹分享。当然，这甲圣诞节无有啥物款的关系，但是真重要的是，咱知影耶稣出世对你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事。咱要透过咱日常的生活，咱都爱来纪念耶稣出世好，来，咱来给咱调回来好了，谢谢。基督徒的服饰，咱是基要真理的第11单元，第11个单元，基督徒的服饰，基督徒的服饰。咱透过基督徒要安怎用服饰？咱常常会讲到，其实咱的布置，咱遮的布置嘛是一款的服饰。感谢主，咱有即方面的专门的兄弟姊妹人才。咱来看咱迄张圣诞树，圣诞节就变圣诞树嘛，你嘛有圣诞树装塔甲安怎真水迄无简单的这是咱的兄弟姊妹伫即个搭鹰架起哩伫遐装塔起来，即张圣诞树是活跳跳的圣诞树，
毋是作家做的，毋是作家做的。所以伫即个圣诞的节日中间，互咱嘛知影讲有兄弟姊妹因愿意服侍。我知影即几工有兄弟姊妹，即礼拜有兄弟姊妹拢来教会，伫遐来做遮个义工，伫遐来侍奉。互兄弟姊妹伫个礼拜日，咱会当看到遮尔水的装拍，来帮助咱透过圣诞的节日中间，透过民间伫遮来分享救主出世，搁活出世搁来着搁活者，遮个过程帮助咱会当来体会甲经历。所以伫遮咱看到真重要的是服侍，服侍。服侍是啥？亲爱兄弟姊妹，服侍是啥？咱敢知？当然，咱服侍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咱对上帝，咱的读圣经、灵修的生活，这是一款的服侍；咱团结的生活是一款的服侍。但搁较重要两款对上帝、对人兄弟姊妹、对社区服务人群。这拢是咱咧服侍过，所以真清楚，咱无论伫咧讲台，还是讲伫教会，还是小组，还是咱拢会鼓舞兄弟姊妹，咱拢做阵来服侍我。所以安尼咧讲，咱做伙来服侍，服侍咱的主，服侍兄弟姊妹、社区人群。有人无咧敲你会问讲，所以我就是要来聚会就好啊。我就是要来聚会，为虾米爱我要求我服侍？有几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为虾米咱会当来服侍？会当？为虾米咱要来服侍？这是真重要。基督徒的服侍，咱的态度真重要。所以咱兄弟姊妹来分享，头一个就是咱做阵来读，预备来。上帝呼召，咱来服侍嘛，毋是上帝呼召。你就是安怎空空做地工？咱来看遮个圣诞的布置，若毋是上帝呼召有感动的兄弟姊妹，因为教会即摆还佫还袂布置好咧。咱的教会拢超前部署啊，拢布置好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好。伫咧11月，咱就会当完成啊。咱看着遮尔好。一定是安怎？一定有兄弟姊妹感动。迄个感动是啥？毋是家己感动讲我要来做是安怎？有咧透过祈祷，透过啥？透过邀请伫遐祈祷，有感动我要来做遮个服侍，要甲做好，服侍。所以是啥？是上帝的呼召，会咱知影，兄弟姊妹伫咧出埃及伫旧约内面嘛有记载，遮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做苦工的时阵，耶和华伫遐呼召摩西，将伊的百姓对埃及安怎领出去，带领出去。所以当时耶和华甲摩西讲一句话，讲：你将你的百姓对埃及带出来了后，安怎要伫咧即个山里服侍我呢？侍奉服侍，伫迄个服侍来服侍，意思就是后来这个故事就是摩西甲即个法老咧谈判的过程中间，嘛是真侪摆上帝对摩西呼召，甲伊讲，甲即个法老讲，用我的百姓去来侍奉我，来服侍我。这出埃及记顶悬第7章、第8章、9章、10章，拢有安尼的记载，共款的是用我的啥百姓出来侍奉、服侍我。所以我咧靠，咱会感觉讲这是以色列迄个因出埃及的历史，甲我无啥物关系啊。但是咱详细来看，咱想，其实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伫咧埃及做奴隶，耶和华上帝带领因离开埃及。这两件代志是咱差不多会当知影，但是咱忽略一件代志，其实是啥？耶和华上帝爱以色列百姓来侍奉伊。服侍伊，这是真重要的部分。敬拜伊，侍奉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换一句话来讲，上帝毋但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互因脱离即个奴隶的身份，互因过着真快活的生活。因是要互因拯救出来，安怎服侍上帝。所以，即个意思，服侍的意思就是伫信仰内面，
伫生活内面、伫政治、伫社会、伫文化内面，是人甲上帝、人甲人中间建立一个以掠上帝做中心，这是真重要的。所以咱会服侍上帝，呼叫咱爱掠上帝做中心。就讲亲像咱即摆布置同款，咱有看到掠上帝做中心，所以是伫咧做内面，咱知影即个主题。所以真期待嘛，希望咱甲兄弟姊妹嘅还未信主嘅兄弟姊妹，咧介绍嘅过程中间，介绍你嘅信仰嘅过程中间，真重要就是掠啥掠，迄个主体爱用以掠上帝做中心。这个是上帝呼叫咱，呼叫咱。所以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就是。为什么咱要服侍？服侍是一款回应上帝的听，这样真清楚，回应上帝的听。咱夫妇无咧拍咧进前还未结婚进前咧谈恋爱，有当即摆嘛是共款但是无论是咧谈恋爱，还是结婚了后，咱拢真期待嘛，真希望讲咱拢会主动为对方做啥物，是毋是？主动为对方做什么？所以服侍主的经历，就是迄个经历啥？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听了后，咱安怎？咱回应回应主上帝的听。所以伫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内面拢有记载，比耶稣捌去到彼得的厝安怎医治伊的啥？伊的岳母丈夫。所以当即个丈夫的病了后。好了后，丈夫马上立刻起来服侍，服侍耶稣。伫个即个当耶稣3摆，彼得讲：“你爱我吗？”3摆，彼得拢3摆安尼应答讲：“主啊，你知影我爱你。”所以耶稣3摆拢回应伊安怎？你安怎？扬起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当然，圣经内面都有真多个咧，所以咱爱清楚知影，服侍是一款啥？回应上帝的听，因为你感受到上帝的听，伫你的生命内面，你要安怎样回应上帝？就是安怎？就是出来服侍，做回应的功课。所以，牧师嘛真期待咱会当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出来服侍，回应上帝的听。再来第3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掠基督的心做心。服侍是一款掠基督的心做心，所以这是态度顶悬咱爱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毋是被人服侍，是毋是？乃是安怎要服侍人？伫马太福音20章28节有安尼记载。所以这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伫遮活出一个欢喜快乐。得到迄个性命，欢喜快乐，咱正做伊的囝儿，你当应该爱欢喜快乐。所以伫即个服侍的顶悬，咱感受到即个恩典。牧师真期待咱每一个被呼召出来的兄弟姊妹，也就是即摆咱拢被呼召出来，咱伫咧咱的家庭生活，咱伫咱的工会，职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咱拢爱效法基督。服侍上帝，掠啥基督的心做心，安尼即款来服侍，所以这是真重要掠基督的心做心。所以咱要做服侍的时，是毋是咱爱思考咱对即件代志，对即个事奉，咱是毋是愿意用基督的心做心来做？我相信这是爱经过咱信仰的淬炼。信仰淬炼，所以这是真重要。再来就是讲到咱家己本身，服侍是心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所以咱会当通知影，虽讲毋是干那只有教会内面的服侍，才是叫做服侍，但是咱真重要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知影上帝，互咱每一个人都有无共款的恩赐，对毋对？咱今仔日有请我对
即摆对伊用歌声做文书，咱有交代兄弟姊妹哦，因伫遐分周报、分信息、圣经，啊，带兄弟姊妹坐位，这拢是啥？这拢是服侍的过程，拢是安怎？咱会当通做，咱知影咱的专业伫倒位，哦，咱会当通做尽咱的本分，比如讲，有人会当修理咱的电器，哦，伊这就是伊的安怎服侍的方向。有人拼杀，我想讲这是真简单，咱想会叫伫教会内面成全信徒吼，各达尽其职，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有即个过家的传长，哦，你有即个真侪无共款伫教会内面，所以咱的教会有人讲，就是安怎人才真侪，若设施若无有掠基督的心做心，无法度来完成。哦，设施。咱无法度用回应上帝的听，哦，用基督的心做心，咱就无法度第四点来完成。所以主来帮助咱。再来一点，咱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我毋知影兄弟姊妹是毋是会当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意思就是甲上帝同工啦，哦，甲上帝同工。咱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我相信服侍是就是甲上帝同工。是做阵参与上帝的工作，哦，所以这是一个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哦，咱应该爱做伙来思考这件代志，哦，真特别去经历咱的服侍，比如讲即摆咱咧做礼拜，遮个服侍的同工，吟诗，拄则咱的吟诗、圣诗、引致，即个吟诗的过程中去体会、去经历着，较是有影，咱甲上帝同工，咱得了主，咱敬拜主，咱伫咧。咱坐咧咧兄弟姊妹，咱是毋是要思考讲透过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内面，透过牧师的讲道，我是毋是真正会当去体会、了解？安尼就是迄生活、迄思考的过程，就是上帝咧同工，上帝的同在，经历着上帝的同在，这是真奇妙的。所以为虾米咱咧组织做伙，伫咧实体、伫咧网络顶端，这就是咱咧服侍上帝。咱咧服侍真兄弟姊妹，真奇妙的事。吼，咱昨选举结束啊，吼，伫网络顶悬，我有看到，咱的教会拢有，各种党派拢有，我知，所以牧师袂讲偏倒一个党派咧讲话，但是咱就会当看到，每一遍4年1摆的选举了后，咱搁2年就咧个总统咧个选举啊，所以伫即个选举的过程，大家拢安怎？拢真有信心，大家拢祈祷。咱教会无论啥物党派，拢总祈祷，是毋是？是有影。安尼要安怎？即马目前咱看起来，某一个党派，即个比例有较侪人讲是假反对啊，是假错啊。但是咱伫教会的内面，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会当伫遐真正经历？这就是上，咱爱知影讲，这就是啥？这就是上帝。互咱知影经历上帝的同在，无论是怎样，有人讲赢，有人讲输，无论是怎样，咱都经历着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迄个意思就是，甲人同欢喜，甲啥？甲悲伤的人同悲伤。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有一款甲上帝同在，帮助咱去体会、去体验。所以咱要感谢上帝。无有倒一种的团体是像咱安尼。咱是共款的信仰，但是咱去体会着啥？无共款，无论是政治，无论是即个生活、文化，各方面，即使若无有上帝同在，帮助咱会当去合一。所以实在无简单，感谢上帝。所以咱应该去体会着，无咱若4年1摆的选举了，无得较有一半的人无爱来做礼拜啊，因为安怎？看到另外一半的人无共款政党的想法，但是咱袂，因为安怎？伫主的内面，咱是一家人。感谢主，感谢主。最后，搁来咱来看，服侍是做同好的模样，活出丰富的信仰。这是咱牧师真期待咱会当去体会。最后所讲是咱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毋是惯分即个爱迄个，就是同即个轻
轻看迄个，你袂当侍奉上帝，搁侍奉马门吼。马门意思就是钱财吼，钱财的意思。马太福音6章24节，所以即句话，耶稣讲的即句话，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因为安怎？当咱无有互上帝正做咱生活的中心的时阵，即句话就真紧进入，咱拢真紧就去侍奉啥马门去。为着钱财，像你啊人的一生，咱想，敢若亲像是安尼。所以牧师尽量在过即个传道人的生活，就是爱无看人遮的物件。嘛，真期待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爱有好的模样，咱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有好的模样。有一个见证，是咱教会的姊妹最近咱有一个摄影，爱咱放伫个教会的即个 YouTube 顶悬，伊的见证真水，就讲服侍的过程，安怎样服侍一阵需要帮助的遮个兄弟姊妹。来，咱即摆来看，咱放即个，即个是咱杨小文姊妹伊的见证，咱来看，你可能毋知影伊是色人，但是影片放出来你就知影，来，咱来看，那个声音档要按开不然会没有声音。然后我快35岁生日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心里面跟自己说，算够，我以后就要自己过这样，我当做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祝福。然后我快35岁生日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心里面跟自己说，算够，我以后就要自己过这样，我当做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结果没想到，我真的生日那一天，Ben 就出现了，哇，收到他送的花，哇，很开心，它就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神送的。当然我的生活身边都没有基督徒的朋友认识第一个，就过去对我的家里每个同事都是拜拜。那我跟贝的相处过程里面，他其实常常跟我说圣经的话，有时候也会讲一些圣经的事情。那我是觉得很好奇，觉得为什么这么理性的一个人会这样耶稣？他还没有学会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来读圣经哈，认识这个信仰。我就在家里当了几年的舞蹈员。那真的说是受洗啊，归到主的名下，是我去舞蹈教室以后的事情。对，我那时候忘记我为什么想要学芭蕾。不过我确定的是，我在去之前，我有跟神祷告，请他为我预备一间适合的教室，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教室是舞者的支架，是什么草，都是宿舍的地方。那老师用一些古典芭蕾剧的桥段跟音乐，然后编了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福音故事。然后还为了这个去成立了一个代祷小组，就是问的，就的确是在那边那个小组里面，我觉得我也自己也得到了很多的陪伴，然后学习认识神，然后也很多的经历神。然后那一年我记得就是学舞的刚开始那一年，在那个小组里面，
这个觉知要熟悉。你来灵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是冰山美人，就很，其实当时我并不想要来到教会，那只是因为被人家在敬拜团服侍，那我觉得身为太太，我好像应该要至少出现一下这样子，所以我是抱着这种心态来教会的，就是真的来做明白，做人，没有把这里当家，是个客人的概念。老实讲，我心里面那个属灵的家不是这里，是我舞蹈教室的那个小组。对，他们是真的是陪我一路成长，然后我跌倒的时候陪伴我站起来的那些人。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时不时其实有提醒我很喜欢跳舞，那我也很幸运的可以做跟舞蹈相关的服饰。不过我要很坦诚的说，那些服饰其实是刚好我喜欢，刚好我愿意，所以就很理所当然的做着。那也因为我喜欢跳舞，就觉得说，那我要好好的做这些事情，这样才可以继续跳舞。其实讲难听一点，这个假冒伪善嘛。然后我记得我后来终于愿意了，就哭着跟神认罪。然后我说，之后就是下一个阶段，我说我的服饰能不能不是刚好我喜欢，也不是刚好我愿意，可能我觉得好麻烦，好讨厌，可是我还是愿意去试试看。我跟神是这样讲的，就是试试看，请他帮我，慢慢的，神调整我，神也把喜乐带到我的心里面，我开始有很多的笑容，也觉得看到大家很开心啊，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讨厌。我记得我在小组同工区那个结业式的聚餐，然后我当然也开玩笑说，我冰山美人路线走了这么久，不想要再孤僻了。我记得我脸上的那个笑脸，藏不住，非常的喜乐。那我想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回馈跟祝福。然后我也谢谢神的预备跟老公的支持，我们把3重的住处就是开放。那如果他们遇到需要陪伴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陪伴。比方说有些失业遇到问题的，或是失婚的，或者是受伤的，然后小孩教养有问题的，我会觉得谢谢神，就是刚好这些经历我也有，对，就可以安慰鼓励他们。然后我也谢谢神的装备，就是有些时候还可以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他们。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很有用。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在这边跟你分享我的见证，其实也真的是在数算神的恩典。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过程，这整个预备的过程，真的是经历神的同在很美好。我也很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来经历这一切，就是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放心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觉得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感谢主，这是咱感谢阮姊妹伊的见证。我相信真感动。而且咱看到第6点，就是活出丰富的生命。咱看到经文内面讲到，耶稣叫这学生下班掠去，但是这学生因还未做学生，耶稣呼召这学生的过程。伊甲彼得安尼讲，但是迄阵彼得开始咧经历希望，无爱插耶稣。其实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内面是安尼记载，因为安怎，因已经掠规暗拢无掠着去，所以真失望啊！伫遐咧无爱插耶稣，但是耶稣一直安怎，一直甲呼召因来安怎来跟对耶稣。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无得甲彼得开始心内面咧想讲，即个牧师，我的专业是掠去，我可能无爱跟对你。
或者较彼得有真侪无愿意，就敢若亲像讲小文姊妹共款，伊有真侪会无愿意要来做其他的服侍的过程，无得较会安尼。所以受邀请的过程中，咱无得较你无介意即个服侍，但是安怎伊确实一件代志，伊顺服。就敢若亲像咱今仔日看到遮个即个故事共款，伊伫后来因顺服，伊盼望搁一遍掠落去。连伊知影讲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啥？这是咱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会拄着的。无论是怎样，咱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愿主来帮助咱。但是游标移到荧幕上。最后，要咱兄弟姊妹来分享，就是即个信仰同好的传承。服侍就是传承信仰的一个真好的模范。咱伫教会的事奉，咱要安怎带领咱的下一代，带领咱厝内面的人，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家庭的生活上是会影响囡仔的信仰。咱伫服侍的过程中间嘛是共款，牧师嘛真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看到咱的教会是一代一代传承，无论伫信仰的传承的过程，需要啥？需要咱做阵来服侍。所以这是一个真好，服侍是传承基督信仰上好的方法。读圣经、祈祷、参加温馨参加聚会，咱伫聚会的过程中间，咱伫侍奉的过程中间，所以每年都咱有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咱的干事打电话互咱的兄弟姊妹咱伫遮无得较有个人还袂安排着明后年咱搁会安排每年都咱拢总用家庭做单位来做交代。虽然你会讲牧师，这敢有符合咱当基督教会的即个宪法其实宪法顶悬无安尼记载啦也是讲咱有一寡规矩传统。更较重要的是，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会当伫信仰的生活内面做好的模样？为实际的行动，也就是服侍。服侍就是一款实际的行动，毋是干那来坐咧做礼拜，受别人服侍服务，受别人服务，毋是安尼啦。咱应该爱伫每年度每一个兄弟姊妹，牧师真期待拢会当变成做较成熟的基督徒，较成熟的学生，耶稣基督学生，愿主来帮助咱。这是咱以后真理的第11讲，即个后个月拄啊好伫圣诞节的这期咱要讲最后一讲，就是咱信仰生活最后一讲即个以后真理。所以希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伫今仔日咱所讲的即个服侍有同基本的认捌。所以咱周间参加咱的小组团契的聚会时，会更较详细，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讨论。所以真期待咱拢爱来参加小组团契。所以若有要参加小组团契，先爱甲牧师讲一下，讲牧师我想要去倒一个小组。当然牧师爱看爱衡量，爱衡量所以牧师才会甲你讲。所以咱一方面学习安怎用顺服。会安排咱逐小组、逐团契内面，一方面咱开始渐渐对伫每年度，大家拢振动起来，来做一个服侍的主事哦，帮助咱正3个8头的祈祷。感恩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看到水跟好的见证伫阮的教会中间，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真实的事奉。我咧讲迄个事奉、迄个服侍，是我所无愿意的。就敢若亲像今仔日阮所读的经文内面，耶稣遮的学生，因并无愿意听耶稣的话，但是后来因经过信仰的反省，感谢这位上帝，因知影无论啥物款的服侍，拢愿意来接受。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哪学习。那荣耀主的名，
即个过程中间，嘛求主束缚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中大成人信仰的过程中间，拢会当上帝你束缚满满，帮助阮对伫服侍，无得较有时会压身压咱，总是主，阮会当有做兄弟姊妹互相关怀、互相勉励、互相照顾。阮感谢上帝，你帮助阮，会当有更较侪兄弟姊妹，阮做阵会当出来服侍主、服侍这兄弟姊妹。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正道，这时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做伙来唱圣诗296首，耶稣叫我来行天路，请起立。这时，咱要用方面来回应上帝的话，请两位交代出现的同工来出现。
间，请大家来看首播。单讲书房的部分，下首诗会是赖如萍这首，抒情是蔡依林姊妹，交代个书篇是加拿树小组的两位同志加丽丽两位，宴会是和心仪姊妹，陪真的领像是单家洪长老，宴诗是唱歌队，音控是余伟大兄弟，加景是姚义军之属。主会人数甲方便，请咱家己来看。本会消息第一点就是咱同款就是讲咱若是有居隔伫厝的若是需要教会的帮衬，会当来通知教会，看教会要安怎来帮衬第二项会报告是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1点第一支的知识的答题，是代表期待甲5万。咱5万，咱大家爱坚持，咱来听候基督过来，就安尼来反省家己，咱日常的这个言行举止，对上帝爱有信心。第三，下晡1点要召开920的董事会，请相关的同工来提问心来参加。第4项，要订购这个圣诞歌的咱姊妹会当伫公布拿来登记咱到11号、12月11号来停止咱的报名第5项，12月25是圣诞赞美人和圣餐礼拜。若是有听这要洗礼，会当来牧师啊、干事来报名，要来安排这个需要真理的课程。当中有3位的这个大人甲8位的囡仔要来受洗。第6项，明年度的信徒的手册已经印好咱一家一本，会当会后伫这交代这组来这个干事来提第7项的部分咱是不是先那个影片预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7PowerPoint，咱上来看这是咱后壁咱就活动一样，即这个海报那有足多的活动咱希望咱的兄弟会当来邀请咱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就顺着播咱会当来看这是周记的咱是咱的兄弟咱看你姊妹伫东港底下周记的这过程。这是咱这个蔡淑君议员特别咱来看咱的教会，看当要来安怎来帮衬听讲今年咱扩大有来封这个封路所以咱请蔡议员来帮忙。这是咱的同志在量第二年讲咱这个搭帐篷要安怎来搭所以拢比较注意这是咱香山甲请人来布置的做伙影像来做伙来安排。这嘛是这是会议去公所啦去国小去报告发经验这是咱伫6年请老师来帮忙来邀请来家长甲学生咱看就这个做昨咱是报纸咱看国平听加苏兰字报纸我背下人家报纸咱这圣诞球季写出来特别安尼拍表来报纸个答应食就一样讲介绍这咱大家是义军这些人做伙来报纸这圣诞节这些人来参加参与安尼会使这是咱这个新华队也准备也安排这是咱的圣诞音乐剧咱的教会拢家己来创作所以就期待大家让做伙来参加这是咱排戏的过程这是布置你做这个道具服装比较多就是人参与这是要评审很多参加的这当中那这个当中，你的群主随时也要讨论报告。
好，咱看到咱足侪人讲吼，今仔日拄好牧师嘛讲第是基督徒的服侍吼。虽讲咱知影足侪人无法度来参加安尼服侍吼，不过咱足望吼，足侪活动，特别吼咱的教会活动吼分足侪吼，咱伫感谢主吼，伫2礼拜咱伫要来关怀即个弱势吼，咱望要200户，结果已经超过吼。我也就听到一个见证哦，迄郑义老师伫林头国小，伊伫遐发电的时阵哦，有甲遐的学生啊、老师伫遐讲，我们这个部分是要来给这些弱势哦500，结果有够少囡仔讲，我嘛要伊嘛要来捐500，哦，所以讲诚侪人吼，足愿意伫即个12月的时阵哦，要来做安尼关怀的代志哦，所以咱望咱即个圣诞节。不止吼，咱是办即个活动要来邀请遮个弱势，搁有咱社区的兄弟姊妹，也是讲亲戚朋友吼，做伙来庆祝，互伊认捌耶稣基督诞生的好消息吼。所以咱足侪活动吼，再搁有关怀弱势的200户已经到吼，搁有即个绘画比赛吼，咱嘛讲若是有参加就会当得到50元的原油券，优胜者有1000元的奖学金吼。9号截止收件，还有一个祈愿的部分吼。咱爱祝福祈愿，其实咱知影讲，现代人即摆因的需要吼，跟因的望。上重要是讲咱医院顶头11点到5点的即个二手市集啊，美食啊、手作的活动啊，还是讲户外舞台节目吼。咱个特别吼，顶回咱贵宾记吼有讲，即个张文琪吼，就是高雄咱厝边吼，因信主的贵宾，伊要来表演嘛，要来做见证吼。搁有你的细案吼，咱有即个平安夜礼拜吼，所以咱即马随讲大家讲安尼我到底会当来做啥物吼？其实咱有2项会当来做吼。第一项就是讲，咱会当来买那个原油券吼，随讲咱原油券咱知吼，咱会当来买，然后摕原油券来邀请。我想你要来送咱的朋友吼，原油券吼，伊大概拢会来啦，会来买物件嘛，来买物件就来参加遮个活动嘛。咱嘛讲你若是讲有即个感动吼，会当买原油券，嘛是会当交互咱的即个同工吼，来去邀请，可能其他咱社区的朋友吼，有诶你会当出钱来买，嘛会当买家己摕去邀请，嘛会当买交互咱的同工来邀请吼。所以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更较重要是要来邀请，邀请咱的亲戚朋友做伙来参加咱圣诞节的活动。透过各种的活动，互咱的社区真正来认捌咱教会伫遮所做吼，为着咱要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做的代志吼，所以咱希望大家当来做伙来邀请吼，所以这第7项的部分吼，我想吼，今仔日第一礼拜大降节吼，刷落来就是咱期待吼，咱这圣诞节的活动吼，今年搁拄好是24、25吼，搁是拜日拜六拜日。所以咱帮咱拜来的活动吼，会当更较侪人吼，咱今年特别咱区公所来帮咱同部分的这个路吼，来做这个单位吼，来扩大办理。咱帮咱会当正做一个咱外口地区的打卡的所在吼。好，请大家上少嘛是爱特别为着即天的即个天气啦，来祈祷。大家拢会当来做伙来祈祷吼。好，即马咱来看关怀内岛的部分吼，伫厝的调养的兄弟，也是带鱼的兄弟吼，请大家继续为着遮个人来内岛吼来纪念。其他方面的报告，咱家己来看吼，若是有啥物问题吼，大家后会当来会议来做这个见证吼。好，即马来看金库。金库是路加福音书第5章第10节，咱做伙来念。西门的东岸，西比泰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人讲，互你听，对即点了后，你要去叫人。好，即摆咱做伙来唱上言513首。上言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请起立，唱煞请牧师来祝福。愿主祝福你，愿主的
实，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现在人斗必对。既然你到手上来听你安内。